废话。干嘛？怎么了？很痒哎。干嘛？怎么了？我要吃。不要，为什么？不要。这我的。再说一次。就不要。确定不要？不要。忘吃面。好吧，我去帮你用。等我一下。好。那选一个，选一个。那我要这个。上次玩这个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。不是这样玩呐，这很疗愈哎。我教你，这样子，你要先沾一下，把它沾满之后，然后慢慢的，要慢慢的，要多慢？你看，哦，有吗？有了。让我做你的太阳。你看那边超多了。你得到希望，为你心房那扇窗洒下一些阳光。有了，泡泡入镜了。有吗？有泡泡。有。有捕捉到那个瞬间吗？有啦。当你瘦了一点伤，下次再带你去更多好玩的地方。至少有我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喜欢啊。爱的执着，你不会寂寞。喜欢你。至少我会握着你双手，抚摸你伤口。再吃个宵夜，还要吃？几点？好啦，到了，给我吧。给我吧。广广，宝宝，
会呢。哎，我上车了，快到了啊！包包，包包还是包包？包包。还以为是包包。想什么啊？拜拜。拜拜。拜。哎，叶广，怎么了？没有啦，忘记跟你说晚安了。晚安，晚安。广广，啊，叫你出来，快一点！来了。跪下，为什么？跪下。什么事都没做，为什么要？叫你跪下就跪下。给我跪好。妈妈问你，那个骑机车载你回来的人是谁？我用走了，又没有人载我。还敢说谎？妈都看到。你老实说，那个人到底是谁？最近认识的一个同学。同学？是你们班的吗？叫什么名字？说了你们也不认识。说啊！徐启章。就说你们不认识。徐启章？嗯。他应该不是你们班的吧？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哎。他不是我们班的，但他对我很好。他对你很好，所以你就每天跟他到处乱跑。妈妈跟你说过，你不要交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。他也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人。他玩笨，成绩也过得不错。玩笨，难怪穿成那样子，奇奇怪怪的。那个是因为他爸爸过世，他还要帮妈妈顾面摊，所以他单亲。那这面，早就说过，什么样的家庭就会养出什么样的小孩。广广啊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应该交什么朋友？我跟你讲过多少次，物以类聚。像这种单亲家庭教出来的，就容易变成不三不四的问题少年。你们又不认识他，你凭什么这样说他？单亲家庭又怎么样？敢跟爸妈顶嘴啊！像这样家里卖面又没有爸爸教的小孩，以后能有什么成就？上交以后比较好，是不是啊？你以为是谁能让你有这样的日子，过这样的生活啊？爸爸花了很多心思在你身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他？我又没有感受到。你们只在意自己，只在乎自己的面子。你们拿走。我们一直都很在意你啊。有吗？都没有听你说过你爱我。我们当然爱你啊，宝贝。我跟爸爸都很爱你，怎么会讲这种话呢？总有人回来，不需要掩盖，像天空大海从来不曾分离，
也无法更加靠近。